靈修分享，日期2026年5月17日，經文哥林多前書4章1至8節。使徒保羅吩咐哥林多信徒要將自己睇為基督嘅執事，上帝奧秘事嘅管家。主再來以前，乜嘢都唔好論斷，到嗰陣時，各人要從上帝嗰度得着稱讚。保羅責備哥林多信徒自高自大，自以為飽足同埋富足，仿佛唔使使徒亦能夠作王，卻忘記真正作王嘅係主。今日有唔少嘅基督徒喺自己嘅得救見證中，描寫自己係點樣決志信主，或點樣選擇主嘅救恩。佢哋不知不覺咁把自己描繪成選擇由我，一切都係由佢哋作主，一切都係由佢哋作王，顯露出佢哋嘅自高自大，自以為飽足同埋富足。點知道佢哋所結嘅果子卻係轉眼消逝。不是你們揀選了我，而是我揀選了你們，並且派你們去結果子，讓你們的果子得以長存，好使你們奉我的名，無論向父求什麼，他會賜給你們。約翰福音15章16節。阿們。